另外来关心的是，台南市呢有一个姓陈的老师，伊互人指控讲，伫咧20多当前呢，伫台南一间私校咧做老师的时阵，伊有对真侪国中的查某学生安尼乌白来。也毋过，即个姓陈的老师呢，到当犹搁伫咧家己另外一间学校咧做老师。也那伊伫咧生涯的徛家，也搁有学家的老厝呢，昨暗时拢互人来打海报。目前，即个陈老师已经报案调查。 17半暝啊，有人直接伫咧台南新野一间透天厝外面，甲学家一间老厝打海报，跟那也伫咧涂骹。这个人佮甲过程翕落来，经过了解，这个投诉人指控讲，这间徛家是一个姓陈的老师，民国89年伫某一间私立学校教册，当时以课程辅助，互我教校顶名义，甲袂少查某学生带去汽车旅馆性侵，地数引起不满。老师徛喺外口，才会互人打海报。这个老师透早发现了后，就随掠掉，嘛引起地方讨论。 厝边有咧讲啊，我唔知啥物情形啊，系啊，无咧讲啥物话啊，系啊，无遐识啊。安尼吼，系啊。这嘛第一届啦吼。应该是吧，我是第一届听人讲的。记者是伫到现场，要甲老师了解详细。厝内人赛车直接离开，并无回应。老师老厝的亲情是真娱乐，伊教学真用心，并无其他奇怪行为。根据警方指出，这个老师已经去关区派出所报案，嘛私底下表示这件代志无影无食。家长逐个拢学了甲读书。啊，已经做好教册。我足够教册，伊学生囡仔若学教育吼，逐个拢考正悬的学校。 对这囡仔吼的教育吼，真重视啊，真高教。啊嘛无啥物代志，拢无啥，你真正拢唔知哦。唔知，无你就去问伊啊，我哪会知啦？有关影片中住户遭张贴海报案，屋主于昨17日上午6时许，已至本分局完成报案手续。那这个老师风声讲是伫咧家己教册，校方无愿意回应，不过市府嘛强调会去调查。如涉及本市相关学校，本府及校外会将立即协助学校启动校园安全机制。这是被害人家属嘛发声明互媒体，表示已经甲南检提告，希望通讨回公道。经过20年这桩性侵事件的真相到底是安怎？警方即阵当咧调监视器了解案情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